早晨，今朝想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空腹才是最好的藥》。你有冇諗過，原來健康嘅秘訣呢，就唔係食啲乜嘢，而係乜嘢時候唔好食嘢喎。聽落呢就好似違反常理咁樣。廣告呢都成日聽到話要食得健康，要食唔同嘅 supplement， 仲介紹好多 superfood。但係呢本書嘅作者青木厚醫生呢就話，其實空腹先至係最好嘅藥。喂，點解呢？今日同你慢慢講清楚。青木呢就係日本嘅糖尿病專科醫生，40歲嘅時候呢，佢就確診舌癌，康復之後呢，佢就開始實踐呢個方法，增加空腹嘅時間。結果係點呢？腰圍減咗8公分，體重呢跌咗10公斤，癌症呢就一路都冇復發。更加勁嘅呢就係佢用呢套方法幫咗好多糖尿病嘅病人脫離藥物。呢啲呢就唔係理論，係佢嘅真人真事。一個醫生用自己嘅身體做實驗，然後呢成功幫到其他病人。呢種說服力好難反駁嘅。你可能會問點解唔食嘢反而係對身體好呢？咁呢個呢就要講翻諾貝爾獎得主戴偶良典教授嘅研究啦。佢就發現咗一個機制呢，就叫做自噬，即係話細胞喺飢餓嘅狀態底下呢，原來會自動清理體內裏面嘅垃圾噶，例如一啲老舊嘅蛋白質、活性氧、毒素，全部都會清走嘅。就好似你屋企平時就冇執屋，積咗好多雜物，但係當你冇出去買新嘢，你就會開始執屋，將唔要嘅嘢掉走。身體都一樣，空腹嘅時間只要夠長細胞就會自動執屋啦。呢個機制可以預防癌症、糖尿病、高血壓，仲可以延緩老化添。聽到呢度你可能就會諗，喂，咁我係咪真係要好辛苦嗰種斷食呢？唔使嘅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半日斷食，每日保持16個鐘嘅空腹。點樣做呢？夜晚8點鐘之後就唔好食嘢，瞓足8個鐘，第二朝起身就繼續空腹多8個鐘，即係去到中午大約12點啦，先至食第一餐。加埋就係有16個鐘嘅空腹時間。其實瞓覺已經佔咗一半嘅時間噶啦，真正要捱嘅得8個鐘啫嘛。如果真係頂唔順肚餓咯，咁咪食幾粒花生堅果嗰啲咁樣，飲杯咖啡，唔會對你有好大影響嘅。實踐空腹之後你將會有3樣收穫。第一，內臟復活保護器官免受活性氧嘅侵害，可以擊退疲勞同埋腸胃不適。第二，分解脂肪，改善血液循環。你將會同高血壓、脂肪肝講拜拜。第三，抗衰老，透過自噬機制維持年輕，遠離各式各樣生活習慣嘅疾病。原來我哋係唔需要狂食 supplement 嘅，而係需要俾身體有自我修復嘅時間同機會。如果你想試我都有幾個建議嘅。第一，循序漸進，啱啱開始嘅時候就唔好太過心急，要做足16個鐘。你可以做14個鐘都得噶嘛。慢慢去適應，因為身體係需要時間去習慣嘅。第二係週末嘅特訓。如果你平時好忙，好難堅持嘅，咁咪試下到週末嘅時候集中去練習咯。平日保持大約12至14個鐘嘅空腹，當係一個基礎。到週末嘅時候你可以執行全日斷食，又或者空腹嘅時間可以加長去到18個鐘。一個禮拜做1至2日就 OK 啦。第三
記得要配合運動喎。為咗避免肌肉流失咧，建議每日都做翻大約10分鐘簡單嘅肌力訓練，例如深蹲咁樣咯。唔使做到好誇張嘅，你保持到嗰個肌肉量咧就 OK 啦。記住呢個並唔係節食，而係俾自己身體休息。其實呢本書就唔單止係教方法，佢更加咧係教我哋一種節制嘅生活態度喎。喺呢個物質豐富、隨時都可以食嘢嘅年代裏面咧，我哋反而係要學識俾自己嘅身體咧休息。健康咧並唔係靠食好多嘅 supplement 同埋 superfood， 而係要俾身體有自我修復嘅時間同機會。試下由今日開始提早食晚飯，第二朝咧就遲啲食早餐，感受一下空腹嘅威力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，希望呢本書可以為你帶嚟啟發。我哋下次見啦。多謝你嘅收聽，唔好忘記按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咁先可以好容易揾得返我哋。下次見。